大家好，歡迎嚟到3米的答，我係思積。今日同大家傾一單全港網民、傳媒、玄學界、法律界都關注嘅超級大事——七仙羽、七師傅玄學爭議風暴。呢單事件唔只係一個人或者一班苦主嘅故事，而係反映香港社會、傳媒、信仰、法律、網絡世界嘅一場大洗牌。如果你都關心真相，想知各方內情，想明白背後心理同社會現象，一定要睇到最後。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留言講下你自己點睇。七仙羽又稱七師傅，近年成為香港最具話題性嘅玄學師傅。佢經常亮相於娛樂圈、網上平台、YouTube、社交媒體，服務範圍包羅萬有，包括風水、算命、解籤、改運，甚至涉及醫病、投資、賽馬、動物溝通等。佢強調自己信佛，懂多門玄學，有大量粉絲追隨。每逢有明星、網紅揾佢改運或者招財，都成為新聞焦點。佢既係娛樂圈紅人，又有商業頭腦，將玄學服務包裝得極具市場感。七師傅嘅形象係神秘、全能、親民，但同時又帶住一定爭議氣息。有人覺得佢係神人，有人則保持懷疑。過去一年，越嚟越多苦主陸續喺網上現身，自述自己揾七師傅幫忙之後，唔單止冇預期改善，仲損失大量金錢。苦主經歷五花八門，部分例子包括健康問題，有苦主自述因為身體不適或家人重病，信七師傅有醫病能力，結果身體未見好轉，卻被收取高額費用。財運投資，有苦主話被建議花費幾萬至數百萬購買開運物、指定儀式，甚至有苦主聽信可以中獎賺大錢，事後證明冇效果。玄學服務多元化，部分苦主表示七師傅幾乎任何玄學、迷信領域都涉獵，聲稱自己乜都識。收費模式，苦主自述收費模式靈活，部分以先收費再服務方式。有苦主表示被要求逐步加錢，證明困難。苦主強調服務成效難以驗證，事後遭討無門。今次事件之所以成為社會焦點，另一主角就係 YouTuber 五仔。五仔一向以爆料、調查、揭露社會不公為主，今次更主動聯絡苦主，協助佢哋報案、整理證據、尋求律師幫忙。五仔本身來自基層，容易同苦主拉近距離，唔怕得罪權貴，直言無諱，組織力強，能夠協助苦主冷靜整理經歷、收集證據，同時透明公開，用 YouTube 頻道公開苦主經歷，令更多人知情。勇於面對法律挑戰，即使七師傅反控誹謗，五仔都選擇正面迎戰，強調自己有理據、有證據。五仔代表住新一代網絡輿論公義，推動資訊公開化，成為苦主同社會之間嘅橋樑。呢單事件另一個引起熱議嘅地方係傳統媒體同網絡媒體截然不同嘅處理方式。傳統媒體多數只報道七師傅回應法律行動，例如提告誹謗、否認指控，甚少深入苦主經歷或多角度報道。原因可能涉及法律風險、商業、廣告利益、品牌形象、內部審查嚴格。網絡媒體如 YouTube、Facebook 專頁、討論區、
苦主現身說法 YouTuber 深度追查，網民即時留言熱烈討論，網路媒體更貼地反映民間聲音，動員力強。新舊媒體分流，反映出香港資訊生態大轉變。網路已經成為新一代公義平台，傳統媒體則相對保守，甚至被指幫手洗白或包庇權勢。苦主已經向多個政府部門、警方、消委會報案或申訴，但根據香港法律，所有刑事或民事指控都必須有確鑿證據。玄學改運服務本身監管真空，難以成立罪名，服務效果難以科學驗證，調查困難重重。警方、海關、律師等已介入，但案件進展需時。七師傅方面堅決否認所有不利指控，強調自己一切合法經營，並透過律師反控誹謗，維護個人聲譽。當然，一切最終要以司法程序、法庭判決為依歸。點解七師傅面對咁多指控都死唔認錯，甚至反控爆料者？心理分析顯示，可能有以下幾個層面：自我合理化，長期身處聚光燈下，會自我說服我做嘅嘢係啱，我幫緊人，我只係誤會。認知失調，當外界質疑越多，反而心理上會加倍堅持自己冇錯，甚至否認事實。利益與名聲包袱，玄學界名人一旦認錯或承認有問題，所有聲譽、金錢、影響力可能一鋪清袋，形成強大心理包袱。玄學灰色地帶，玄學信仰本來難以科學驗證，出事時容易有借口，例如你唔夠誠心，時機未到，神仙另有安排。支持者效應，總有一班忠實粉絲令自己覺得我冇錯，只係人哋唔明我。五仔點解堅持爆料協助苦主，甚至唔怕法律風險？正義感，相信伸張公義可以幫到弱勢，唔怕得罪權貴。貼地形象，基層出身，容易同苦主打成一片，建立信任。資訊透明，懂用網絡力量公開資料，令事件唔會被壓低。勇於承擔，明知有風險，依然選擇站出來，反映社會對新公義的渴望。受苦主自述影響，今次事件一大焦點係親身經歷。有苦主話要醫病、改運、轉運，結果俾咗數萬甚至數百萬，健康冇改善，財運冇着落。有苦主話 WhatsApp 對話中，對方要求先付款，否則神仙唔會俾指示。有苦主話被建議買開運物品，參加高價儀式。有苦主話自己交咗錢，結果只得一紙符、一句說話，甚至連見面都模糊。點解香港人咁容易相信玄學？今次事件反映咗以下現象：生活壓力大，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壓力沉重，於是易尋求心靈寄託。信仰真空，現實無助時，玄學迷信成為部分人唯一希望。資訊不對稱，普通人對玄學認識有限，難以分辨真假。監管真空，玄學服務冇監管，易被有心人利用。今次事件展示網絡時代公義新景象。YouTuber、苦主、網民組成社群，互相支持，互相分享經歷。網路即時爆料，傳統媒體反應慢，資訊主導權轉移。但同時，網路爆料容易產生謠言，過度推測，法律風險高。
為何傳統媒體咁保守？主要原因，法律風險。傳統媒體要承擔誹謗、失實報導等法律責任，寧願唔報都唔亂報。商業利益，有時玄學師傅係廣告金主，或者同娛樂圈有合作，媒體唔想失去財路。審查制度，新聞要經多重審批，唔敢做第一個食螃蟹。娛樂化傾向，止步、開 show、明星合照等新聞避開爭議。呢個現象凸顯香港傳媒新舊交替，網絡媒體成為揭露真相、保護苦主嘅新平台。提醒大家，所有討論分析都要守法守規，唔可以斷言有罪，只可以根據苦主自述、公開資訊、中立分析，唔可以以人身攻擊，只可以討論現象、心理、社會影響，一切以司法結果為依歸。七仙羽風波至今仍然未有最終結論，所有指控、反控都需要時間查證。我哋要支持每一個勇敢發聲嘅苦主，亦要尊重每一個法律程序。社會要有公義，亦要有守規矩。理性討論、資訊透明係現代社會最重要嘅價值。真相總有一日會浮現，公義自在人心。你對呢次事件有咩睇法？你有冇遇過類似嘅經歷？歡迎留言分享，記得 like、share， 等更多人知道真相。本片內容根據公開資訊、苦主自述、網上討論、傳媒報導整理，無意誹謗或定罪。歡迎理性留言，一切以司法調整結果為準。我哋下個視頻再見，拜拜。